自从2026年1月初4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甲人同工的上帝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《申命记》第2章24节到37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申命记》第2章。当恁着起来，做法过阿伦山谷。看咧，我已经将阿摩利人希实本王西宏甲伊的土地交伫恁的手，恁着甲伊交战，占领伊的土地。对今仔日起，我要互天下万民拢惊恁、论恁，互因听着关系恁的风声，拢烦恼、皮皮喘。我对基底木的旷野派使者去见希实本王西宏，用好话对伊讲：请你允准阮经过你的地，阮会行大路，袂偏左，袂偏右。阮会用银甲恁买粮食食，买水啉，只有拜托你准阮行过去。亲像住伫以东的以色后代，甲住伫阿尼城的摩仔人对待阮共款。直到阮过约旦河，进入上主阮的上帝赏赐互阮的地。毋过，希实本王西宏毋肯互咱对伊的地经过，因为上主咱的上帝互伊固执硬心，为着要互咱甲伊拍败，亲像今仔日咱所知的安尼。上主甲我讲：看咧，我已经将西宏甲伊的土地交互你，等你着去占领伊的土地，做恁的产业。迄时，西宏甲伊的军兵出来伫雅杂甲咱交战。上主咱的上帝将伊交互咱，咱就将伊甲伊的囝以及所有的军兵拢拍死。咱阁攻取伊拢总的城，将城内的查甫人甲囡仔拢扫灭，无留半个。只有留精生甲对逐个城抢来的物件做家己的战利品。对阿伦山谷边的阿罗尼甲山谷中的城，直到基列，无一个城坚固甲咱无法度攻破。因为上主咱的上帝将遮个城拢交互咱，只有阿门人的地、雅卜河边的地甲山区遮个城，咱无去攻打，因为上主咱的上帝禁止咱。甲人同工的上帝，每一遍阅读到和杀戮有关的经文的时，读者心中上笔会萌生真侪疑问：屠杀是出自上帝心意是无？上帝是暴虐的神是无？上帝为甚物互安尼的灾难发生？就算咱拢知影生命掌握伫上帝的手中，也知影上帝的心意奥秘奇妙，伊的道路悬过咱的道路。但是即类残忍的经文述事，却容易互人疑惑，甚至产生信仰危机。不过，咱假使退一步来看今仔日的经文，会发现屠杀原是通避免的。伫两性悲剧以前，摩西其实先选择向希实本的阿摩利王西宏表达善意，希望会当用和平借路过去，避免闹血冲突，搁期望借由交易换取物资，促成双赢局面。只是西宏王毋接受，甚至主动甲军队调离坚固的堡垒，到郊野攻打以色列人，结果造成全军覆灭。
生命记有一个特点，认为上帝的旨意甲人的回应，这两者爱顶量齐观，袂当脱离其中一边独立运作。对生命记通看到，当以色列人重新行上顺服的正轨，上帝态度也会随之转变，积极实现对因的应允。生命记第1章33节，上主咱的上帝将伊交予咱，咱就将伊甲伊的囝以及所有的军兵拢拍死。这表现出这件代志的成就，是上帝和人的行动交织而成。因为安尼，今仔日经文中的战争结果，就算是出自上帝应允，但是某种程度上，以色列人会听命上帝和西方的罔顾善意，拢是这战事件的调因之一。每一方拢参与在内，无人会当置之度外。任何历史事件拢袂当对片面来看待。对伫圣经的故事，咱搁较应该以多重的理镜来检视。战争事件的始末必然包含血腥和暴力，也无所谓的仁义之师，这是无从抹粉点面纸来掩饰的。旧约圣经的写作、记录、阅读甲流传，原是以以色列为本位的。对战乱时的读者而言，甘地的第一战代表着上帝的胜利，也代表着民族的蜕变。过去，以色列人捌因为敌人身材悬大，得惊吓失胆，答应甲上帝同工，已经会当战胜敌人，通发出自信的宣告。对阿伦山谷边的阿罗尼，甲山谷中的城，直到基列，无一个城坚固甲咱无法度攻破，因为上主咱的上帝将这个城拢交予咱。对咱的信仰而言，这段经文固然毋是鼓励咱将信心错放在竞争的顶面，却也提醒咱注意，纵使上帝伫每一件代志的顶面掌权，咱也无应该轻忽家己的行动和回应，因为咱所信的上帝是甲人同行同工的上帝。默想，我是毋是将每一件事的责任拢推撒予上帝，家己却目睭看悬，无看低咧？我是毋是将每一件事的责任拢推撒予上帝，家己却目睭看悬，无看低咧？咱做伙来祈祷，上帝啊，愿你帮助我，伫信靠甲行动中间，通取得平衡，也袂骄傲甲艰难靠家己，也袂用搁贫惰以交托为名，却什么也毋做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